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为7月27开幕到今，已经累积超过1万人次。而到台湾馆的艺文表演嘛，甲庙口、外口戏的概念搬到巴黎，透过戏剧新编加电音，带现场的外国朋友做伙享受庙会的热气氛。表演团队是阁有准备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平安符啊，送予来到台湾馆的民众。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轮到台湾文化的当地歌戏上场，而到伫巴黎再现亚太戏。台湾馆开幕3天以来，已经有超过1万人次。表演团体更有准备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平安符送予民众，现场嘛那唱做老弟的庙埕。另外，台湾的乐团三星献艺嘛透过电音，带现场的外国朋友享受庙会的气氛。三星献艺透过电音表现庙会定出现的八关音乐，团长郭志豪讲，因10多年来拢在做庙会文化采集，就是希望透过音乐把台湾文化推展出去。那其实它承载的意义很多啦，比方说就包括那个一个社区的群聚场地啊，然后它可能也是一个信仰中心，也可能是一个累积文化的，像一本书一样，你可以在里面翻到很多历史，翻到很多文化。原来表演马戏的创作焦点伫文化奥运已经连续表演3天，因希望会当让世界认捌台湾的马戏，嘛会当了解台湾对性别平权的重视。奥运一开始其实是以男性比例较高为主，然后一直到就是这几年，今年开始就是终于大概在100年后吧，大概终于拉到一个平衡点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创造焦点在做的事情，也是就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马戏生态的性别比例也相对拉到平等。文化部嘛表示，这几天台湾在法国的媒体和社群平台拢有愈来愈多的讨论。政务处长王时书认为，这嘛显示台湾和法国民间的交流，透过文化奥运的活动，又搁向前进一步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